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7月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以冲突，聊一聊中东的局势啊。最近这几天，伊朗继续将嘴炮进行到底，继续说最狠的话呀，要挨最毒的打。我们看看，首先是当地时间7月2日晚上，伊朗在首都德黑兰市中心举行活动，纪念此轮伊以冲突中遇难的伊朗方面人员。伊朗总统佩泽希奇扬等多名高级别官员参加活动。在这个活动上，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萨韦表示，如果敌人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伊朗将做出更具毁灭性的回应。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更表示，他说以色列完全依赖美西方国家的支持，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以色列就无法生存。卡利巴夫说，美国不仅支持以色列，还直接对伊朗发起攻击，但伊朗果断有力的反击，迫使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撤退。这个伊朗人继续口嗨。根据这个今日俄罗斯报道，伊朗的准将说，伊以冲突仅耗费伊朗不超过30%的导弹储备量，也就是说，这12天里面，伊朗对以色列的这个导弹洗涤仅占伊朗的导弹的储备30%，还有70%没有用。如果把这70%用出来，以色列就灭国了。这名准将他说，迄今为止，我们大概只使用了30%或25%的导弹储备量。在这场为期12天被迫进行的战斗中，这个数量只是我们导弹力量的一部分。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准将阿里法兹里在接受伊朗电视台采访时如是说，幸好这是对伊朗国内民众说的，这是给伊朗国内打鸡血。这个法兹里将军还补充说，我希望以色列不要再做蠢事，因为只要他们做了，他们必将面临新一轮的毁灭性反击。大家看视频。ما از پایگاه‌ها و از مقره‌هایی که بود بخشی از توان موشکیمون بهره برداری شد. این توان به لطف خدا، با لطف و عنایت خدا در یک شرایط بسیار خوبی است. ممکنه ما 30%، 25% از ظرفیت و توانمون را تا به امروز استفاده کرده باشیم نداشتیم و این ظرفیتی که در این جنگ 12 روزه، در این جنگ تحمیلی به کارگیری شد بخشی از این توان بود و انشالله امیدوارم که حماقت نکنن، اگر بکنن حتما پاسخ دندون شکن جدی‌تری را خواهند. 把伊朗人圈起来，让他们跟外界隔离。这些所谓的高官再向伊朗人灌输这些理念、这些概念，让伊朗人坚信不疑。伊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美西方以及以色列现在都在痛哭流涕，都在这个后悔万分，都在求伊朗高抬贵手，手下留情。但是这个德黑兰街头发生了莫名其妙的汽车爆炸事件。当地时间7月3号，以色列媒体发布了一段此前以色列空袭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视频。视频中，数枚威力巨大的炸弹连续击中一个街区，其中一枚炸弹落在了一大片正在路口等红灯的小汽车中间，多辆小汽车直接被炸飞。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以色列人实施这个叫什么斩首行动，精准打击。7月3号，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黎巴嫩叫贝卢卡尔德的高速公路上一辆汽车，造成一名与伊朗圣城军有关联的人员死亡。这个视频大家在网上可以看到，监控视频显示，以色列空袭2次，第一次未击中目标，触发了驾驶员安全气囊，导致车辆停下；第二次击中目标。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色列针对卡尔德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以色列通报，曾为伊朗圣城军服务的黎巴嫩公民卡西姆·侯赛尼被以色列袭击而亡。什么意思？也就是以色列用无人机再一次斩首了伊朗圣城军重要人物，叫卡西姆·侯赛尼。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伊朗的什么圣城军的围剿这个斩首行动并没有停下来。这个以色列人要将让领导先走也要坚持到底。我们再看看特朗普，他昨天说，他说伊朗似乎愿意与他直接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3日说，伊朗希望和他对话，
如果有必要，他愿意会见伊朗代表。特朗普当天在马里兰州叫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对媒体说，伊朗确实想对话，我认为他们希望和我对话，现在是他们该这么做的时候了。特朗普还补充道，我们不打算伤害伊朗。那伊朗人是怎么说的？首先第一个，伊朗人承诺不再打击美国，但是有个前提，就是美国不要犯贱。伊朗的副外长说，不打算对美进一步报复，也就是让美国人你们放心吧，我已经不打算再打你们了。当地时间3日，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马杰德·塔赫特·拉万西表示，伊朗不打算对美国采取进一步报复行动，但将继续进行铀浓缩活动。也就是说，你们美国人感激伊朗人民不再报复美国，但是伊朗的这个铀浓缩活动要继续进行。副外长说，他说伊朗不知道美国为何要欺骗伊朗，并对伊朗人民实施如此灾难性的行为。说伊朗主张外交，支持对话，但美国必须让伊朗相信，其在谈判期间不会使用军事力量。这是伊朗领导层决定下一轮谈判的根本前提，也就是让美国承诺不能再打了，你要不打，我就跟你谈。英国天空新闻网3日报道，这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首都德黑兰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恢复和平谈判的机会依然存在，有关方面正在通过秘密渠道寻求重启外交解决方案。说狠话没有用，说狠话要不了几天还得挨炸，还得吃2遍苦，挨2遍揍。但是这个伊朗人即便要谈判，那也显得这个义正言辞，这个大义凛然。不是伊朗求美国谈判，而是美国求伊朗谈判。所以这个伊朗对美国提出了要求。天空新闻网称，这个巴加埃在采访中表示，美国若真心寻求和平，就是美国如果真的不想挨揍的话，必须表现出诚意，外交绝不能被滥用，或是作为欺骗以及对对手发动心理战的工具。巴加埃说，巴加埃他说，伊朗认为外交遭到了背叛，在美伊展开谈判前夕，以色列突然袭击伊朗，美国支持以色列侵略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不过，巴加埃也提到，外交永远不会结束，还有间接接触。我的部长正与阿曼、卡塔尔等国沟通。报道提到，有伊朗民众担心以色列将不顾停火协议，再次发动空袭。对此，巴加埃表示，伊朗将回应以色列的任何袭击。实际上，特朗普给了伊朗2个月时间，伊朗置若罔闻，当作拿特朗普不当干部以为特朗普说话就是耳边风。这个伊朗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这个伊朗发现，这个特朗普对普京非常软弱，被普京耍得团团转，所以让伊朗产生了一种误解，认为这个特朗普不过如此。伊朗他不知道他的对手是以色列，这个以色列人是只做不说，干就完了。有迹象表明，以色列和美国正在为一场新的战争做准备。大量美国军用货机降落在以色列本古利安机场。再结合最近媒体报道，美国不再援助乌克兰武器，这当然都是很多媒体在往外传言。这里面主要是爱国防空导弹。特朗普的理由是美国的库存不足了。怎么好好的美国库存不足？所以我们不能不联想到，在以色列这边需要补库存，也就是这12天的以冲突，以色列消耗最多的就是这些防空武器。美国同时援助乌克兰和以色列，恐怕比较吃力。如果他把乌克兰的防空武器援助给停掉，那只能说明他要进一步加大对以色列的援助。那么他对以色列进行援助，说白了就是极有可能对伊朗采取新的一轮打击。美国虚拟驻伊朗大使馆，驻伊朗的那个虚拟大使馆已经发出紧急撤离命令。你再加上大国也对大国公民在伊朗的已经发出了撤退。7月3号的报道，沙特正式启用萨德反导部队。沙特阿拉伯国防部2日发表声明说，沙特皇家防空军已正式启用首支萨德反导部队。声明说，在完成系统测试、检验与运行操作，以及在沙特境内组织人员实施训练后，该部队正式启用。声明强调，
该部队的启用是萨德反导系统防御项目一部分，该项目旨在提升沙特防空部队战备能力，加强其在美保卫领空和关键设施方面能力，从而保障沙特的国家战略利益。沙特在这个时候启用这个反导部队，也就是萨德啊，到底是用来防以色列还是防伊朗？这个大家心知肚明，不言自明，懂的都懂。就在这个12天的伊以冲突里面，沙特嘴上是在谴责、指责以色列，但是身体非常诚实。多渠道信息证明，尽管公开谴责以色列的轰炸伊朗，但沙特阿拉伯通过共享雷达数据、情报和开放北部领空，秘密地帮助以色列打击伊朗。这就是中东的这些这些阿拉伯国家的态度，就是嘴上那肯定是要谴责以色列，这是一种外交语言，这叫政治正确。所以中东的阿拉伯国家都公开谴责以色列，打击伊朗，但实际上都在帮以色列打击伊朗，要么就是开放领空，甚至有很多阿拉伯国家还帮着以色列在他们领空拦截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所以沙特阿拉伯这一次启用他的萨德反导部队，用来对付谁的？这个一目了然。美国对伊朗石油贸易和珍珠党实施新一轮制裁。美国财政部将继续打击伊朗的主要收入来源，加大经济压力，切断其用于支持破坏地区稳定活动的财政渠道。当地时间7月3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当日，美国财政部表示，美国财政部宣布一个涉嫌将伊朗石油伪装为伊拉克石油进行非法交易的贸易网络。这个是半公开的，因为美西方对伊朗是实施制裁。按理来说，伊朗的原油是卖不出去的，但实际上伊朗的原油根本就没少卖。那他怎么卖呢？洗产地，把伊朗的石油他先整到伊拉克，从伊拉克出口。这个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心知肚明。那现在美国财政部也玩认真的了。专门对这种将伊朗石油伪装为伊拉克石油进行非法交易的贸易，你洗产地也不行了。还有一家由珍珠党掌权的金融机构实施制裁。此外，美国还制裁了数艘被指控参与秘密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意在打击伊朗所谓的影子船队。种种迹象表明，美以对伊朗恐怕酝酿新一轮打击。当然了，你也完全可以认为这是特朗普在下周他不跟伊朗在什么奥斯陆就那个伊朗的核计划举行会谈吗？这是在谈判之前施压，可以这么认为。但是我想这个谈判的结果直接决定伊朗会不会挨揍。以色列和美国肯定是希望伊朗彻底的放弃核计划，铀浓缩能力不仅要彻底放弃，而且把以前406公斤的铀原料要交出来。而且还得容许联合国原子能机构随时随地没有任何障碍的到伊朗去检查。如果伊朗同意这个条件，那就相当于伊朗完全放弃了他的核计划。按照这个以粉的说法，那就伊朗完全跪下。这个伊朗的外长阿拉戈齐说，这个根据伊朗官媒消息，当地时间2日，阿拉戈齐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说，伊朗不会发展核武器，主要原因是这种毁灭性武器不符合伊斯兰教义，是可怕且不人道的。这个伊朗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嘴上说的伊朗不会搞核武器，因为这核武器违反了伊斯兰教义。但是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搞核武器，也就是对铀进行浓缩到武器级，现在很快就要实现武器级的铀原料。现在只不过是向美国和以色列释放善意，说自己不搞核武器。阿拉戈齐强调，我们不会选择一种和教义相悖的军事装备，无论它具备怎样的威力。假设我们具备这一武器，它也不可能让伊朗军队更加强大，倒可能使我们过度产生依赖，削弱了其他层面的均衡发展，结果反而会处于一种更加脆弱的境地。伊朗人这一段认识还是很到位的，只不过伊朗人是真心实意的意识到的，还是只是嘴上说说。靠核武器让伊朗强大，那俄罗斯完全有理由成为全球第一，甚至宇宙第一。事实上，你看看俄罗斯跟乌克兰打成这样，这个核武器不仅不能让伊朗军队更加强大，也不可能让伊朗更加繁荣富强，甚至它只会拖累伊朗。但是伊朗人是说一套做一套。联合早报刊登一篇文章，
他说，五角大楼内部最新评估，伊朗核计划倒退1-2年。美国五角大楼周三说，国防部的最新情报评估显示，美军10天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经导致伊朗核计划倒退1至2年，显示此次军事行动可能已达成目标。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周三就是7月2号在记者会上说，我们已让他们伊朗的计划倒退1-2年，至少国防部内部的情报评估是这么认为的。美军的轰炸机6月22日袭击伊朗3处核设施，使用10几枚重13600公斤的巨型钻地弹和20多枚战斧巡航导弹。帕内尔说，美方掌握的所有情报显示，伊朗关键核设施已完全摧毁，但他没有提供支持这一评估的具体证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干事格罗西说，伊朗可能在几个月内就能生产浓缩铀，这个导致外界质疑美国打击伊朗核计划是不是达到了目标。伊朗在周三宣布终止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那美国这个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也是抨击伊朗的这一行为。他说，伊朗在有机会扭转局面、选择和平与繁荣道路的时候，却选择暂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对此我们无法接受。德国外交部发言人则说，伊朗停止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是发出一个灾难信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也说，这项决定明显令人担忧。实际上，伊朗就非常的矛盾，嘴上很强硬，身体很诚实，一掐脖子就翻白眼，一撒手就吹牛，就是属于这种状况。如果他终止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那么就意味着跟美国的核计划谈判恐怕也要告吹，就谈不出个所以然，那还得挨揍。最后我们再看彭博社的报道，彭博社他说，以色列敦促大国遏制伊朗军事和核野心，说尽管两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但耶路撒冷与大国之间关系仍然稳固。大国是以色列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贸易伙伴。据彭博社报道说，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呼吁大国利用其经济和外交影响力来遏制伊朗军事和核野心。欧盟也一度希望大国施加影响力，让俄罗斯撤军，实现和平。你看现在以色列又是这个希望大国施加影响力，让伊朗放弃核计划。现在世界和平的重任似乎都落到了大国的肩上。我感觉这个纯粹是这是世界各国对大国的抬爱，也有点高估了大国的能力。大国只要不直接援助他们，不帮他们，就已经是做出了巨大贡献了。你不能要求太多，不是不愿意，实际上是做不到。如果说施加影响力就能改变伊朗的这个国家政策，就能改变地包老人普京的这个野心，那怎么美国不施加影响力？美国还得派出部队用武力。所以说你靠施加影响力来让这些毒夫改变他的想法，那简直叫自欺欺人。也就是说，这些人他是只认的这个暴力，他只听得到大炮的声音，他只接受你把他打趴下。那至于你说劝他，没有用的。我们再看看这个法国，7月3号，法国政府当天警告称，若伊朗不释放2名已被拘留3年的法国公民，巴黎将考虑支持恢复对伊朗的国际制裁措施。消息人士透露，2名被拘法国人分别为塞西尔·科勒和雅克·帕里斯，这2个人是2022年5月在伊朗旅游最后一天被捕。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他们被控为以色列摩萨德从事间谍活动，密谋颠覆伊朗政权，以及在世上作恶。在世上作恶，我不限定于在伊朗，总之这个人在世上他就是在作恶。那这个显然是个宗教方面的罪行。这3项罪行每一项都面临死刑。法国外交部长这个巴罗7月4号表示，法方尚未收到伊朗政府关于上述指控的正式通知。他强调，如果这些指控属实，我们将认为完全站不住脚，毫无依据。这个大家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跟伊朗关系还是千丝万缕的，是有些暧昧的。为什么？因为伊朗的很多炼油厂是跟法国合作的，也就是法国在伊朗有很多利益。那现在法国人在2个间谍身上做文章，这2个人已经被逮了3年了，这个时候提出来，
某种程度上也是趁机发难，很有可能趁机改变法国对伊朗这个态度。总之，伊朗目前这个问题不解决，一日不解决，哈梅内伊他一日就不出来，让你找不到他。哈梅内伊和普京两个人双双成为地保爱好者，这些国家的这些领导人，他们的共同特点都喜欢钻地保。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